阿基师也说赞的客家汤圆，好吃秘诀从米团开始。原糯米浸泡之后磨成米浆，再放入机器脱水，成了像石膏般的米块。你假使要做快的话，就是现在有人弄那个糯米粉，吃起来按那烂烂的，不会 Q 嘛。为了让口感 Q， 糯米得选用1年以上的过冬米。脱干的米块再打成粉，加入煮熟的糯米团，裹破当天然的粘合剂。让它站得起来，然后表面又很光滑。调和的部分就是应该说就蛮perfect 的。工序费时，却是从母亲摆摊卖汤圆时承袭的古法，施冠群没想改变。他也从父母身上学到注意细节，汤圆的猪肉内馅、肥瘦肉比例得逐批紧盯。虽然我跟他要求说，他是瘦肉跟肥肉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他的瘦肉还是加点肥肉在里面，因为肥肉比较便宜嘛。那现在这一家的话，我后来换了一家肉商，那我就要求这个是全部后腿肉都是瘦的，然后这个肥的你帮我分开。一般客家汤圆汤头外加有葱酥，施家的做法先和进猪肉里，包好像窝窝头的大汤圆，立刻冷冻，锁住肉质的鲜甜。有噶，它跟一些暗油，什么味道这么香？它嘎半年，它嘎半年，客家汤圆。那个嚼劲就不一样了，一出就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了。啊，你看我们这个还有一个特色，我们绝对没有掺任何防腐剂，绝对没有。始终相信客人会懂得坚持守住的美味。施冠群成功开了分店，承袭客家汤圆的好滋味。父子2代快50年，坚持慢工出细活，守住了好口碑，也守住了脚踏实地的诚恳。马给米西暗雄，他嘎半年马给米西暗雄，他嘎半年